大家好，我哋又見面啦！今次嘅影片內容主要係想帶大家去大阪、京都同埋和歌山賞櫻花。喺一星期入邊，我哋由櫻花未開到最後睇到櫻吹雪。我哋會喺影片入邊介紹多個賞櫻景點，希望會對即將去日本睇櫻花嘅大家有幫助啦。今次我哋係搭凌晨機，所以朝頭早6點鐘已經到達咗關西機場。根據之前經驗係非常之攰嘅，成日都會冇精神。但係我發現原來大阪機場有個凌晨機嘅一幕，就係位於關西機場 Aero Plaza 裏面嘅 Nodoka Cafe。呢間 cafe 係提供24小時嘅休息空間。咁休息空間就分為個室同埋公共空間。個室就細分為 Premium Seat、Med Seat、Group Room 同埋 Meeting Room。我哋係揀咗 Med Seat 嘅個室，佢有少少似日本網吧嘅間隔。價錢係根據你嘅使用時間而決定。我記得當時嘅價錢係頭30分鐘係660 yen， 每延長10分鐘就需要加多150 yen， 咁延長3小時就係2200 yen 啦。呢度仲有免費嘅茶包、咖啡同埋汽水供應。呢度就係 Green Area， 如果你選擇公共空間你就可以喺呢度休息啦。Nodoka Cafe 佢仲有提供沐浴嘅地方，不過係要俾錢嘅。返到我休息嘅個室啦，呢度仲可以好似網吧咁點菜，有熱食啦同埋酒精類嘅飲品。休息咗大約3個鐘，朝頭早10點幾我哋出發去大阪啦。我哋今次住喺難波嘅 Cinnamon Hotel， 我哋只會喺呢度住1晚，聽日就會自駕遊去到京都。因為仲未到 check in 嘅時間，所以我哋就暫存住行李先。我哋喺 Google Map 上面揾咗間評分比較高嘅壽司店。整體嚟講，呢間壽司店嘅質素都係唔錯嘅。食完 lunch 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去大阪著名嘅賞櫻地方萬博紀念公園。我哋首先喺難波站乘搭大阪地下鐵魚堂根線到千里中央站，跟住就會轉乘大阪單軌電車去到萬博紀念公園。其實大阪係有幾個著名嘅賞櫻景點，分別係萬博紀念公園、大阪城公園、無馬英之宮公園、四天王寺同埋大阪造幣局。因為我哋幾年前已經去過大阪城公園賞櫻，而大阪造幣局通常都比較遲先會開花，所以喺大阪我哋淨係去咗萬博紀念公園同埋無馬英之宮公園。而今條片我哋就主要為大家介紹萬博紀念公園。點解萬博紀念公園嘅櫻花喺大阪咁出名呢？主要係因為呢個公園裏面種植咗5500棵櫻花樹，被列為日本櫻花百選之一。一入到萬博紀念公園就見到櫻花啦。但因為今年嘅天氣比較凍啊，所以櫻花仍然係初開嘅狀態。萬博紀念公園佢有幾個唔同嘅展館，分別有自然文化區日本庭園、櫻花 Expo、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同埋大阪日本文藝館。因為今日主要係賞櫻啦，所以我哋淨係買咗自然文化區日本庭園嘅門票。一入園就見到呢座太陽之塔啦，其實都幾宏偉噶。咁我哋就即刻出發去賞櫻嘅重點區域，就係位於太陽之塔隔籬嘅東大路啦。非常之可惜，呢度嘅櫻花仍然係啱啱開嘅狀況。相信呢度嘅櫻花滿開一定超靚啊！果然睇櫻花真係需要少少運氣，難怪上網啲人都話睇櫻花係要追㗎，開到邊度你就追到邊度。下一個要賞櫻嘅區域就係櫻之流村，喺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嘅隔離。じゃあ行きますね。半分の力で跳ね上げていきましょう。
萬博紀念公園每年呢都會舉行櫻花 Expo， 係需要付費入場。但係櫻花 Expo 呢，佢係一個市集嚟嘅，裏面係冇櫻花睇㗎。咁所以呢，我哋都冇乜興趣，所以都冇買飛入場咯。我哋呢嚟到英姿樓村啦，但係啲櫻花呢都仍然係啱啱開嘅狀況咯。我估呢棵呢應該係何俊英嚟嘅，咁喺日本呢，佢係屬於比較早開花嘅櫻花。我覺得咧行到去入少少嘅 area 咧，呢度嘅櫻花係比較滿開啲嘅。但係咧呢條英姿樓村咧，兩邊嘅櫻花樹咧都仲係好禿咯。今日已經係4月1號啦，冇諗過我哋今年竟然係太早嚟上櫻咯。原來萬博紀念公園呢，仲有鬱金香花園㗎，但係呢啲鬱金香同櫻花一樣呢，係仲未開㗎咯。好得意啊！原來萬博紀念公園呢係有架小火車㗎，主要會喺自然文化園區裏面運行。佢就會去埋太陽之塔啊、紅葉溪等等嘅熱門景點嘅。最後嚟到萬博紀念公園嘅 Souvenir 鋪頭望望先。呢度呢，主要係售賣啲關於70年喺大阪舉行世博嘅周邊，仲有太陽之塔等等嘅紀念品。夜晚呢，我哋就返到去蘭波嘅酒店 check in 啦。呢度嘅價錢呢，大約係港幣570蚊一晚。咁間房呢就唔算好大，但係裝修就好新。反而個洗手間呢係有驚喜嘅，空間都算大，而且呢，佢仲要乾濕分離，連廁所呢都係有獨立嘅空間㗎。酒店呢，仲有啲小禮物呢送俾客人添，但我唔記得影呢裏面係咩嚟嘅，印象之中應該係啲茶包之類嘅嘢咯。咁杯具呢都好得意啊，但我唔 sure 可唔可以帶走啦。咁離身我係冇帶走嘅。咁外邊嘅風景呢，就係普通嘅街景啦，而酒店呢，係仲有睡衣提供添。夜晚我哋就去咗我哋最愛嘅磯丸水產食晚餐啦。食完飯呢，我哋去咗扭蛋啊，發現呢有得扭呢個迷你漫畫。漫畫嚟嘅，漫畫嚟嘅。你睇下係真係睇到㗎本漫畫，勁搞笑啊！